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这是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，讲美国对台湾的关税将会调降到15%，但是有条件交换，就是台积电必须伫个亚利桑那州各投资起5座的半导体厂。专家讲，这若是真的，将会直接冲击到台积电的毛利率。但是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，关税降低对台湾整体产业甲经济环境也是属正面的信号。The agreement, which has been under negotiation for months, is being legally scrubbed and could be announced this month. The deal would reduce the U.S. tariff rate to 15% for goods from the island. 但这句即马美国对台湾的关税敢有新的进展？《纽约时报》报讲，美国政府已经接近甲台湾达成贸易协议，对台湾的关税降到15%，甲日本、韩国同款，不过台积电可能要加码。讲到当前的局势，台积电对美国投资2650亿的美金关税，想要为20%降到15%。台积电伫亚利桑那还阁新起5座以上的半导体工厂，专家估计这增加几千亿的美金。台积电针对这点无回应。台积电扩大到美国投资，恐怕也是为了因应美国客户的要求。当然，台积电长期而言会让它的毛利率有下滑的疑虑，而且换得台湾的对等关税跟日韩一样，所以我形容台积电是用小爱换取大爱。专家讲，若是台积电同意，这将是小爱换大爱。甲日本、韩国比较起来，咱的投资总金额依然较低，而且关税对台湾的影响真大。传统产业的业者对着这个消息依然保持保守的态度。每个月都在讲说月底会公布，也是不敢去推论啦。如果能到15%的话，我们的竞争力一定会比较高嘛。台美之间呢，针对相关的课题已经有大致的共识了。目前双方正在商议举行总结会议的时程，在确认之后就会对外来做说明。行政院证实讲，台美关税已经差不多有共识啊。总结会议进入上尾阶段，台积电的估计伫关税消息以后开盘嘛，创下1720块的新天价。是讲这个协议敢有影，敢会当换来实质的利多？台积电伫10月发税会，如果有新款的讲法，未来变化市场拢真关心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